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1章。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大衛的子孫，耶穌基督的家譜。亞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。猶大從他瑪士生法勒斯和謝拉，法勒斯生希斯倫，希斯倫生亞蘭，亞蘭生亞米拿達，亞米拿達生拿順，拿順生撒門，撒門從拉合氏生波亞斯，波亞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，俄備得生耶西，耶西生大衛王，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，所羅門生羅波安，羅波安生亞比雅，亞比雅生亞撒，亞撒生約沙法，約沙法生約蘭，約蘭生烏西亞，烏西亞生約坦，約坦生亞哈斯，亞哈斯生希西家，希西家生瑪拿西，瑪拿西生亞門，亞門生約西亞。百姓被遷到巴比倫的時候，約西亞生耶哥尼雅和他的弟兄。遷到巴比倫之後，耶哥尼雅生撒拉鐵，撒拉鐵生所羅巴伯，所羅巴伯生亞比玉，亞比玉生以利亞敬，以利亞敬生亞所，亞所生撒督，撒督生亞金，亞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亞撒，以利亞撒生馬但，馬但生雅各，雅各生約瑟，就是瑪利亞的丈夫。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瑪利亞生的。這樣，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14代，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14代，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。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，還沒有迎娶，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這事的時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，說：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，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她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。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，說：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。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。約瑟醒了，起來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過來，只是沒有和他同房。等他生了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耶穌。